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上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。 哎，建华，当你咧创啊？起，你是咧创啥啦？阿姨啊，我唔知要安怎感谢才好。我这几年来，心内一直真痛苦。唉，为着要找阿辉，我放屁回到我妈妈伫个故乡啊！我连生意嘛无做啦，目睭为着要找阿辉，我连批嘛唔敢写，我惊写去哦，因会失望啦。我差点生意嘛做无好，连钱嘛无法度寄到转去。你想？ 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唔知要安怎你报答才好啦。哎呦，建华，当你讲这是要创啥的啦？你放心，你赶紧倒转去湄洲看恁老母，恁老母才会当放心啦。两个我才会斗找啦。是啦，建华兄，你做你放心啦。哦。阿伯伯啊，建华都唔知影讲回伫什么所在啊？安尼是要对找哈？可拉个呀。 啊，讲你戆就是戆啦，啊，袂像较早咱安尼啊，啊，一个所在问过一个所在啊。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我看规气安尼啦，咱来问建华吼，看伊有即个文庆啊，甲月英啊消息啦无？我看安尼较好啦。对哦。讲啊有理哦，咱即摆拢无标通好找，啊，即摆先找到一个所在，安尼来找比较较紧啦。对啦对啦。阿姨，阿姨啊，恁拢准备好未？建华，准备好啦。你知影月英啊，甲文强啊，会出事毋知？哈，你讲到文庆啊，我就愈想愈气啦。讲到迄不孝子吼，孝子，这是安怎讲？你都毋知，迄文庆哦，自细汉哦，就对这条曲非常有研究啦，嘛足有兴趣的啦。啊，伊逐工都常常咧甲我吵啦，是毋是会当叫我带伊啥物洛阳的哦，龙门石窟遐啦？伊讲遐龙门石窟遐雕刻艺术哦，真有价值啦。我咧想哦，恐惊伊即摆人伫咧洛阳啦。啊，那呢？文庆可能伫洛阳哦。啊对啦，啊恁一直问文庆的代志，是要做啥？是毋是要去找文庆啊？是，阮即马就是要来去找文庆啊，找月英啊、雅慧，阮拢要来甲找。哎呀，我看毋好啦，你年岁遐大，搁要行遐一个所在，我放心袂落啦。无要紧啦，行路我才真有法度咧哦。哎呀，我妈妈知恁这件代志哦，一定真欢喜的啦，一定真多谢恁的啦。啊对啦，阿姨啊，恁拍算啥物时阵哦，要转去湄洲哈？妈，无安尼啦，咱打算伫要过年吼，也是元宵进前吼，甲遐人拢总找着，啊，你后再转湄洲团。有你。就安尼决定。阿姨啊，我看毋好啦，你若万一啊找无着因哦，咱就莫阁勉强啦，吼。哎，好啦好啦。安尼好，咱明仔载就出发。好，这几天去北京车哦，佚佗一个真有爽快。是啊，忝啊。赶紧来车头。好，带着伊龙，让他开讲话做我事啦。起来。有啊，我看照着啦。是你哦，真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建华遐地址。无啥物，应该。也毋过，我嘛是爱甲你说多谢。你找好代志是？你要去佚佗？要去洛阳啊！建华遐讲文庆可能伫洛阳。迄是偌久以前的代志啊！伊即摆哪有可能搁伫遐？你的意思是？
你若肯相信我建议恁去苏州。去苏州？文庆伫苏州是？当然毋是，雅慧伫苏州，雅慧伫苏州？无毋对，这是伊的地址。你哪有雅慧的地址？佮知影文庆无伫落去？这你无需要问。观音去找雅慧，毋通阁浪费时间找文庆，是安怎莫去找文庆？这是安怎讲的？因为恁无可能找到伊。无可能找到伊，你哪安尼啊肯定？敢讲你？你若肯相信我绝对袂互恁失望。哎，小等你啦！哎，小等你啦！哎，春兰，说你先来了，啊你唔紧行，到底你创？是啊，是啥物？啊，春兰啊，阮拄食完头前呀哦，你还等偌久哟？啊，到底是安怎啊？嘿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的？妈，咱是毋是应反正去到先咧苏州？苏州？这舅公啊，这是地址，你先甲看卖。这地址哦。苏州？出来啦！这什么地址啊？新雅慧啦。阿姑啊，我看卖啊。哇！就是诶。你伫咧笑啥阿姑啊，哥啊，你啊看，后宫的主子安尼，这片足大片的啦。哦，看卖苏州市五关斜塘乡水口村小岭顶魔方卡高邦寮高龄381/2号。好啦呀！哦，热热肠啦，啊尾啊吼，再搁加一个1/2号哈。有捌看过这主机呢？我毋捌看，够长的啦。春兰，啊这主机送互你的啊？啊，你新碧林互我的啊。新碧银。新碧。啊，安尼一定是假的啦！哦，后尾主机什么1/2号，遐尼咱装的主机，一定几日甲咱装销。好啦，你煞袂记的，你为什么人地址互咱找着建华兄的？对啦，迄摆是咧新碧银互人的啦。啊，不过新碧银已经较早甲咱骗过遐一届啊，你敢相信伊即个讲的话哦？春兰啊，啊是讲吼，你若知影雅慧啊伫什么所在？这个句你是足讲的啊，一定你黑白讲的嘛，对无？我跟你讲啦，拢莫听伊的话，一定你甲咱装痟的，一定哦。迄新碧银知影讲咱去洛阳，要遐找文庆啊，啊伊知影咱遐会当找着文庆啊吼，总无好咱找着文庆啊，叫咱去苏州，你甲咱装痟，对无？对。这个安尼咱要安怎较好啊？阿姑啊，要安怎？安怎？阿妹吧，你会记一个无哈？咱是这个永泉寺在求杯的时阵吼，伊甲咱指示讲，叫咱去这个苏杭二州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北京到苏州较近啊，而且哦，村人家讲吼，这新米有讲啊，讲这雅慧伫苏州啊。我看了，你知影？咱就先啊这个苏州，尾后吼，咱到咱这个洛阳，安尼吼，才顺路，对无？对无？对无？舅公讲了才有理的，我赞成。阿碧婆啊，啊你的意思咧？我的意思哦，要先来找雅慧。
这皇帝坐的咧。皇帝哦，哎呀，皇帝咧坐过哦，才开这条河啊。安尼咱过等咧。哦。欢迎欢迎，来去内底坐啊。好，你看，哦，这间水呢？刚刚票房2,000件，3,000件。快来，快来嘞！啊，你钱哪都坐到呀？我顾物件。免顾来遮坐，来，我问你，怎么样？紧来了。这个我干那顾好势哦。啊，你话，安怎？你这样去问一问了安怎？阿伯婆啊，咱莫去找啊啦。谁哪讲莫去找？呼，我拄才迄柜台遐问哦，迄柜台人甲我讲，迄个所在足偏僻的哦，莫讲坐运的机啦，还是坐火车啦，连咧脚踏车都徛袂到位啊。讲你迄个所在哦，爱坐船的哦，爱船毋是大只咧，迄船啊，安尔话，爱青山哪来的所在，啊，咱去到遐万不能啊发生什么代志哦，这项看安怎咯？我没啦呢。袂啦袂啦，可啦讲甲严重。我一个朋友吼，叫做迄落苏金良吼，我是住伫迄个附近，你知影？啥物？伊个所在哦，偌清净的了，风景哦，偌水的呢。哦，别讲你，哇，这个偌水的，这伫泉州买偌水了，这要整理你咧。是讲阿舅啊，好，我你也是有够厉害呢。我伫个我朋友在咧坐啊，你还阁比我较坐，赞！到你甲知哦？嘿，你啥？你知影无？这爱学啦，对不对？พี่婆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吼有甲阮这朋友吼已经联络好势啊。真是的哦。哎，真的啊，你真多谢哦。讲安尼，这应该啦。好来，啊你即摆阁有啥物话通好讲哈？啊哈！为你精心付出偌多。过来啊！你都笑了啦！啊，我那菜蔬啊，当你好破的，这几偌水呢？你要甲我弄歹？水，好，我条件要甲你弄坏歹袂啦。你看，我伫咧泉州，我介意一支你就进来我抢。来安尼啦，一支两我买啦。诶，阿伯婆啊，规定哦，你都大家要去找啦。到遮来，我真正无话讲啊。你行哦，大家来行，我行袂出名。安尼对，安尼啊，大家坐船啊真忝啊，安尼明仔载要找人哦，啊，大家较早休困的，啊，怎啊休困？吼，大家休困。好，是，进来啦。哦，我其实呢啊，你安尼休困安尼哭拖，啊你拖地沟骨啊是要去做啥？啊，第二句啊，咱真无简单才来到苏州遮呢。啊，咱伫迄种个吼，定定咧听迄老一辈人讲，去苏州卖鸭卵啊。啊，咱来到苏州遮吼，吼，莫讲鸭卵啦，鸭都无半只哦。来到遮无好好来佚佗一下哦，足拍算的啦，对无？
啦！是不是？这创啥啦？先看看啦，紧来！你嘛紧来啦！好哪个啊？较紧来！点小二啊！点小二！好哪个啊？啊，你咧少年啦？都无咧拍武夹的，搁画点小二，笑！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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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不好意思。阿哥哥，啊，你是要点什么？好哪个啊？这敢若用了我歌戏班的了，叫人客官。用莲花是啥啦？好来，你是在创啥？咩安尼好无啊？阮会惊咧。迄个，咱借问的吼，你是毋是捌伫迄上海卖豆奶啊？上海对啊，上海是倒位啊？上海你毋知影？我都唔知影呢。好啦，来啦，坐啦，你是咧叫啥啦？这个我是啥物代志啦？好，我带一条啦。是带啥人嘛？我是，你会记得咱伫咧上海，我食豆奶无纳钱啊。嗯。我用拍甲密密麻麻，甲一个外省的哦。安尼？嘿啊。好啦，迄共面啦，你。哟。好。安尼代表的人吼，可能迄面拢买共。对啦。足济个款啊。对。较认真。先生，上好食的菜传出来。是。烧酒，大致30斤仔来。是，马上到。骹手啊紧的。好，马上到。记住了，真的好。好哪个啊？带一条啦。你个久后你气死呢？啊，2个人尔呢？啊，你叫20-30斤酒，啊是要啉么碰刀哟？是讲猪哥舅啊你哦，今日要看猪哥爷。啊，即摆你搬鱼哦，搬鱼拢是用准的啦。假啦。迄一车内头咱泡几啊百块鱼啊，都100块，用准的啦。假你的啦。啊，无要啉么碰碰的。对。对啊，安怎？爱着2条啊，2条啊啦。地啦。地咧？地咧啦。有事是无？你个久安尼，你当作我啥物？第二我遮安。莫安，放个我遮安全。无啦，啥物放咱你安尼若叛去咧？放个我遮，我才放心啦。啥？爱放咱放个我遮啦。啊，你要放对？放心，我自然有办法。有办法？会讲好呢？紧来啦！第二个，啊你是要甲我啥关系哦？嘿，啉酒了，嘿，血压加悬，啊你甲我啥落我会动脑筋哦。人甲你爱啊，爱无讲啥咧，念规蛇路的，你敢知？人机脚要动呀，你这款人哦，无良心。第二个啊，咱君子约束哟，咱输的人爱将爱倒来饭店休困的。君子。看来，看来，莫安尼啦。安怎啦？你个久啊吼，已经无法哩啊，你遐重了。参详的，用行的，莫爱啊，好无？我甲你行，物件你爱搬哦。物件你爱搬。物件我爱搬。爱无法啦。哎呦，行，我捡物件。哎呦，我无爱做啊。安怎啦？啥的啦？我鞋啊！嘿啊，你鞋？第二个，我鞋啊啦！靠腰啊！我鞋啊啦！你咧找鞋啊？我爱气死！
这啥？你对呀，你手看鞋啊，你穿鞋啊。阿妈鞋你吃？你笑笑啊！我想要面线啊。呀，变的啦，我穿鞋啊。穿的啦，阿妈。我穿鞋啊。在遮久啊，阿去婆啊，敢无人你害我等于红妹哦。这个我。啊，叫。就讲我吃哦，食敢若猪仔囝，哦。行紧的。哦。阿去婆啊，这把你这把。香阿鸡。